點解以前打籃球打到上癮嘅我，最後會揀 Calisthenics？中學同大學我都係學校嘅籃球隊，一星期7日都喺籃球場度過。但係打籃球有好多急停、轉向、跳躍同埋碰撞。我嗰陣係成日受傷，所以每一次落場我都會好擔心，驚自己又會整親，練唔到波，又打唔到比賽。後來我開始接觸 mobility training，我開始明白問題唔係籃球本身嘅碰撞，而係我嘅關節喺某啲角度缺乏力量同控制。當我開始專注動作嘅穩定同控制，受傷次數係明顯有下降，打波反而變得更加自由。因為呢段經歷，當我後來接觸到 Calisthenics，就覺得有種相逢恨晚嘅感覺。因為 Calisthenics 唔只係力量訓練，佢係將控制、穩定、活動幅度都融合其中。例如人旗同後水平，手臂都係處於身體後方或者舉過頭頂嘅極端角度，去穩定自己同埋發力。我哋唔係單純完成一個動作，而係真正掌控我哋嘅身體，令到身體可以喺唔同嘅角度都有控制同穩定。呢種自由，我認為係 Calisthenics展現出嚟獨有嘅人體美學，而我做 coaching 其實係想幫人一步步咁建立呢一種控制同穩定，唔只係變強，而係做到真正掌控自己嘅身體。